收看福喜來咧，我係 Rita 玉天。今日節目當中，我介紹本大家咧，全台灣有名韓國菜題一定優秀，來到6隊哦，呢菜題嘅攤處啊，下一句係乜嘅呢？是講聲嘅咕吱咕吱咕吱，啊，南浦講下一句哦，係安尼下一句文化藝術攤來到現場，今日記得最熱鬧嘅兩場攤上來到現場，實在都歡迎李永豐團長，歡迎團長。各位鄉親好朋友，大家好，福氣來咧，你睇好。哦，團長好，家講真優秀、真熱鬧嘅兩場來了。唔好咁嚟講啦，係，嘟好嘅，嘟好都好嘅哈。一開場啊，就讓恭喜，感謝，恭喜得到人嘅新傳獎，也係全球中華文化藝術新傳獎得到客家文化類嘅，掌聲鼓勵。本講嘅嗬，樣誒，戲假馬屁嘅啊，樣嘅咯，係咩樣乜得獎係咩唔抵咧？人推薦嘅嗬，我都戲啊，戲嘅講啊，我得獎嘅時候嚇到一下咧，我想我按後生嗬做模擬實驗，如果本係得到咯。唔係，也係新傳獎，唔係終身成就獎，以後還做得兩終身成就獎。我嚟主要講啊，我妹得獎嘅原因啊，伊講啊嗬，主要係宣傳。哦，這樣我就能理解講啊。咁用心咩？應該一推傳一推，所以我的感覺哈，也會宣傳講非常棒。主要係乜嘅呢？都講啊，任何一個文化的美麗哈，絕對唔係一個人一推人做到嘅，也係過去啊嚟一直傳下來，按多人嚇一路來做過來，共同合作，所以我感覺講嗬，也會宣傳係最強嘅。哇！佢快事要幫我得到，謝謝謝謝。很讚哦！剛才看吼團長講嘅時節吼，笑眯眯嘅，啊，伊感動哦，也安尼新傳獎就表示講要傳承下去。錯，傳承也係文化嗬，係一種幸福，也係一種獎。啊冇傳承嗬，就像佢哋佢講嘅東西一下都消失咧。我想客家嗬。我有根本去看到按多東西，有的阿公阿婆，有的阿爸阿妹，有的人一胎，有的下一胎，有的像你睇那些美女啦，哈，也有像志文哥有人唱歌安慰人，啊，你睇緊佢下來提供千好嘅一個資源，客家文化就安尼啦，陸陸續續，慢慢地變成根本去按好看嘅一個畫面。係啊，真嘅可會越來越強吼，就像廿擺呢，團長來呀，當當來宣傳發發危機啊，發發危機的吼，就請講大家看一下，一個發發危機，其實呢，去年係講大家看 M 起來咧，有嘅小食嘅龍角咩？好，嗰位也聽一出，其實吼係有一出，等等盲人啊吼，今日好好同大家來介紹一下發發危機，你看一畫面就非常嘅強呢，就天公一開始。第一場連續有3場嘅時間哈，出啲角色，要開放大家入場嘛？也會吼都係佢拄好桃園市啊，一個客家文化處係咪？也有請個人來做下演出，啊，去時間好夠。哦，一個桃園嘅客家事務處啊。錯，啊，時間好夠吼，有請喺台北市呢。有同埋講啊，家唔來我哋台北市嘅縣行公園嘅，係咩嚟演出？咁樣家無如何中秋搶下來嗬，106個太成本啊！哇！完整演出，就是說給提供了一個超大型的兒童樂舞劇啦，哈！啊，都獎金演出呢呀，花花危機嘅有個兒童音樂舞劇嚟表演俾人看。當然啦，嗬，老實講，1日、2日、3日要表4場呢。也係一種很大的挑戰。佢希望講啊，可以提供到佢好看嘅節目，俾大家嚟欣賞嘅。係啊，嗬，唔該9月7號、9月8號啲桃園天氣嘅國壽咩？嗬，韓國9月9號就來到台北咧。一擺發發危機，大家看下海報，看下 DM 就知道講非常正，呢度嘅角色就要快聽錯咩？韓國有人聽作嘅。作當一發，大家看一下，也係當做嘅哦。係，也講啊，小朋友嗬看入嘅兒童劇啊，嗬，佢奇妙。而且呢，愛看演出，也愛囤料哦。你看從演出嘅時節嗬，愛啲互動，好啊，有時節講啊，咁你有話為之愛貴氣嘅嗬，有乜個弄想啦？
为什么可以带回去讲啊？作为纪念，嘿，我哋都奈都请到安尼花花笔。俺没爱，俺没花花笔。啊，因为咧吼跳舞跳的，佮热情，啊我哋都送伊花花笔。哇，我现从我抢安尼个纸风车啦，哈，从泰兴的儿童剧有7粒青苔的气球。非常大的气球会在现场，其实这一次的亚维哈奇谷的花花危机哦，是一个高互动性的一个表演，很好哦。刚刚唐团总讲，就伫吼要6000多钱的地度吼，本体家吼就有看的享受、谈的享受、教的享受吼，也把个故事内容系乜嘅呢？呀，花花危机的故事吼，讲起来上百小说的两国，主要都教太讲啊，用那个。太书白讲的时候有按太头的书诶，唔係用書都假動書，人類喺兩國邊來嘅。係啊，一擺花花會知道講啊，做乜嘅要用辦法呢？辦法做乜可以呢？將一位我哋太湖山呢變得安平安。主要人辦法呢，其實係精靈呢，精靈花。每個精靈呢身上都有雷克加嘅花，所有嘅精靈將一精靈花下邊來，然後呢。迷顿以后呢，也会形成一个很大的法力，可以将邪恶的东西呢变成一类具有灵性的东西。所以盘法都会代表的合作、团结，大家一起来维护美丽的世界。没有吉祥的意思哈。也有啊，所以变成当时哈，故事都安尼来啦。有一只吼，清得人讲的，会喷火恶龙哦。我只恶龙十分太杂。出来时间呢，将要山峰的所有树的啦、花啦，所有喷都丢有，面也有啦，吼，头脑毛也有啦，花也有，草也有啦。结果呢，也天天都派白公来救大家。白公哦，吞恶龙大卫村的大名义啦。结果让的喏，大家都团结起来，拿出金银花，团结起来，摆成盘花的样子，然后呢，就来制服诶封印的恶龙。也都按到盘花结界，係呐，將一兩國封起來以後呢，惡龍都怪怪嘅，好熟啊！因為也為精靈之間呢，它個草絲以後就將它盤花結界破壞了，惡龍又跑出來了，哇，咁勇敢神呢！好，所以啊，說，像他跟人互相愛了解，啊，互相諒解，還要接納支持，放落掉誒，錯，也為世界哈，會講。會好，主要係因為他跟人互相支持、合作、團結，咱可以來愛護我哋嘅大地，愛護我哋嘅森林，愛護我哋嘅客家莊。係啊，家下講到嗬100公出來嗬，就為大家來結結錯嘛。我看100公，我上到1槍呢。也是安尼啦，也是如講啊，我哋每擺做兒童劇呢，我去各學校推廣，去順便安尼，講故事，到學校地都講故事，甚至都講啊，剛能講故事啊，還有作戲服哈，哇，小朋友特別興奮，幾好咧，好，就真經看到韓國嘢嘅，除咗演一擺花花味嘅，加講到嘢惡龍係啊，係啊，其實惡龍連台長呢。呀，惡龍哦，每擺出來哦，小朋友就嘰嘰叫。用的呢？哎呀，有的人哦會把手上的東西拿去丟呢。一個小朋友嫉惡如仇啊！當然有規定，下個將嘅花錢自由嘛。係啊，要。用鴨背啦，用鴨背，粗麥嘅啦，粗麥嗰啲長色嘅呀。呀嘅，啊個花鼓嘅乜嘅啊？瓢蟲。啊個壁婆嘅。壁婆嘅做舞嘅。有嘅叫做壁婆，要拉起來，都中強啊！我哋七個精靈吼，舒服也會神啊！打錯嘅呢，打牌也會惡龍，然後呢，將我哋呢家人維護本呢，主要是安尼啦，環保、合作、多元支持。希望大家來看也會兒童劇嘅時節，可以呢有增加一些教育性啊。有呢，我想吼，但像唐人故事，大家知道一出集哦，韓國青島嘅故事有講嘅戲服，大家係咪懂其他呢？等下再來吼，還有精彩嘅內容，唐團長來講故哦。大家
下轉到福氣來嚟，今半日呢下節股嘅團長李永峰李團長啊，來到節目當中講古本大家欣賞。我想今下頭先談嚟咧發發危機嘅故事，係咪知道當上去看解咧惡龍樣扮演，韓國發現子樣扮演，皮波樣扮演，韓國喺現場咧做白工嘅人嗬，到底為樣扮演來展現呢？團長你好。好，你睇。嘿，剛下談團長講古嗬，我就知道嗬，下節股嘅寫故事，韓國呢做幾隻表演嘅規劃都真用心嘛，唔單止到同大家介紹亞伯嘅順序，當然發清多嘅心血，好，唔單止服裝講故事內容好，好，所有嘅音樂啦咩好，全部都用心咩，平常時都就來到學校地都講古下。我哋呢下節股嘅兒童劇創作有點特色，咩特色？我哋呢動態的編劇。哦。都講講我哋呢戲劇，人帶用我哋六隊客家本身嘅故事，本身嘅文化來創作。然後呢，我哋講怕呢係大人嘅想法，所以我哋呢會特別安排去每個學校嘅，看小朋友對呀故事有意見。哦，換幾條來講，我知道亞邊愛講乜嘅，愛講乜嘅吧，會安尼冇？我哋做青態本嘅書啊，然後我哋講嘅時節，小朋友嚇唔好讀，伊都點點讀古；好讀，伊都微微滾，伊都該聽。啊，看也反應，也反應好，也睇唔會查保留，反應唔好修改。哎呦！哇！呢像修改10遍、20遍、30遍，每一場歸來都會討論。然後呢，將呀劇本都變成講啊，下節股同按度嘅小朋友共同合作。所以講啊，我哋下節股創作嗬，我哋嗰塊寫，因為我哋係規個6隊嗰片地區嘅小朋友呢，一定共同參與嘅。透過一機會呢，一定都可以認識客家文化。啊，安尼呢個學校有一個好處啦，個學校要攀客家文化發通嗬，我攀安太嫌困難，我哋去嘅時節一定唔是花錢。哦，又做啲談故事。係呐，要作個講，書又安太本。又有影響又有乜嘅，學校嚟唔是做乜嘅，下擺又會講啊，哇，同客家團體合作真好哦，係啊，所以我哋安尼呢都本我哋好多人支持我哋客家呢。本大家可以下，可以下相片，哦，也就有也發現字係啊，係發現字。好講古，哇，一書哦，一繪本嗬，真係青態本呢。哦，一繪本哦，一共做差唔多有2米，高差唔多150公分。啊，安尼帶學校嘅時間呢，哈，愛等小朋友看到，哎呦，安太本嘅書哦，冇做到安太類咩哈，然後呢，愛等堂嘅時間看到我哋裏邊有發安尼花花筆啦，哈，又話有人贊助糖嘅，嘿，有的人講啊，你好可愛哦，哈，有的廠商講，哎，我給你糖果，你可以去發給小朋友，所以其實愛等很多的獎勵品啊、互動品都人家贊助嘅，啊，你看到也後生嘅哈，都和我們第2批的講師。因為越來越多學校第100件，第115件，哦，去年呢30件，啊倍數成長呢，今年50件，哇塞！啊，所以我分一下片你講啊，培養後生人才哈，而家一發現字一 people 嘅，現在也都 people 嘅，我用坦講一 people 啊，我本身也大呢，有冇人呢咯？要往何講？你都講消失的龍角時節，有冇嘅 people 最快咩？係啊，啊最快時節咯。一開始啊呢，吼，個第一呢，哇哈哈哈哈！小朋友唔點用嘅，微微滾都跑到台前哦，開始用東西嚟接意哈，嗰種嘅天書嚟等嚟打敗 people 嘅，可以啊 people 同嚟講哦，誒老師，下一擺冇本嚟專門做 people，本嚟嗰戶嘅，嗰等於下嘅角色好。做好人嘅啊，哎呦，表示講生意真入戲啊哈。誒，團長，家講到我知道你哋當用心，人講嘅田野調查哈，要花時間咩？你哋嘅田野調查，同時你還去學校做準備，本身也共同來參與，師生嘅參與程度，本嘅劇本呢，幾方面都係完整嘅，又有大家嘅心血。也係一種做藝術文化集嘅一種謙卑啦。哦，我哋因為每個人都可能係天生嘅劇作家，伊也係藝術家。咁冇伊係冇藝術的細胞，伊冇可能會欣賞藝術啊。係啊。所以尊重咗大家人參與嘅可能性，我哋很謙卑的，希望能共同地將我哋嘅劇本變得越好，我哋嘅表演哈，會增加能量，也提升學習啊。
哇，总算鼓励吼，哦，刚刚先生讲就会谦卑吼，你就会按呢，古时候要得新传奖咩？哪有呢？迄都好切切的哈，也久的啦哈，啊，因为我多伫福教教书，每年接触的生意几下百个，啊，所以可能也部分係新傳做過大安尼。係啊，先生，佢喺講啲福教地圖，家講到，唔看喺講 people 清快，生意除非拿海洋嘛嘅東西得記得嘛哈，因為生意就清單純、清真心。咁要讀到個場面失控，我用係管理哦，係管一條生意嚟咧。場面失控是一定會有。係啊。當然喺講故事嘅時節吼，生意呢睇認真嘅也改少，生意呢唔認真嘅也改少。認真嘅時間呢吼，像我哋做花花危機，我哋派出全部山嘅精靈，伊哋要做幾多精靈？啊，人做精靈啊，又要做，伊講要做太陽精靈啊，今年又要做乜個水果精靈啊，今年講有小草精靈比唔hết。係啊。其實精靈做落去呢，我哋都講唔hết嘅，也蠻生好嘅。因為有講啊呢，人家可以當過啊，惡龍出來了，小朋友自己先跑了。哦。欣賞嘅咩有咩？飛滾，哦，所以你看有啲講故事嘅時間，我哋玩男生意呢，安慰他，啊，給他畫畫筆，佢講，哎呀，畫畫筆會保護你。保護你吼，給惡龍唔眼，惡龍來嘅時間，你拿花花筆，伊都怪驚，吼安尼，用怪嘅，哈無都講啊，生意啊，你好啦，卡一片吼，最等於下個生意呢，我哋下吼，我哋本是天然的黑糖，吼槍是黑糖，啊，當然我哋一般我哋講故事會有3、4個人，睇神還有天數安慰生意呢，所以講嗰啲故事吼，也可以一個人講，也可以變成一個活動。但是用活動嘅概念去嚟講故事安尼。古時候生意就唔講佢講要動失控，要講唔係安尼哈。最多都糾直，最多都開心到無法自己安尼。真嘅哦，現場有發生過嘛嘅？冇啊。睇個 sale 都冇奈何安尼哦。有哦 ，sale 嘅吼興奮到，生意興奮嘅時節吼，伊會尖叫，會緊跳安尼。會緊跳啊！一個生意跳到酸嘅，全部向下跳嘅時候就真麻煩，唔只好批合生意向下跳。生意會有蝴蝶效應，一上映開始喊呢，聽一啥，聽三啥，聽啥，規班嘅全部喊呢。所以故事就馬上會改過。哦。當場皮跳，皮安尼尖叫，皮悠虎啊，到情緒下來了，再繼續講故事啊。哇！給大家欣賞講故事嘅太阿哥、太阿姐，就會有訓練錯嗎？講實在講哈，每一次故事都冇相同。去到現場嘅吼，每個學校嘅每個生意呢，也會各新啊，學校風格不一樣，所以呢，我隨時而變化，啊隨時講嘅本身也建議嚟同人哋傾下。那一天的客家活動，他非常開心，非常有收穫，也對我哋最大目的。故事到一個先生吼，佢特別去到學校，佢可能準備2個3個故事，看現場再來變化下。最重要都客話啦。哦。伊客話千位堂嘅，我哋全部講客話。客話唔到位堂嘅都夾地嘅國語，夾地嘅客話，有啲位好多種哦。像人家拜講嘅故事50件，全部都唔係客家做。係啊。係一本好多人啊，唔係強促傳人可以嚟了解客家文化，你就會轉好多話，轉國語，夾地嘅。教育講客，家底位人講嘅個 keyword， 有啲位但是一講問候上家問你好，大家好，安尼慢慢去教佢哋。他都必然講，一些些的客話，一點點的客家，也是客家。係啊。好，當你走進客家的時候，那就多一份助力會支持，那他假如呢力量能量都擴散出去啊。係哦，一下團隊，家下開始以前嘅聽先生講吼，一下清好，要培養第2胎，還個第3胎嘅。冇錯。好，要畢業嘅大學生，咪加入你哋團隊，向下來打拼係啊。我哋呢後生嘅係安尼吼，分做我哋本身農場，從細聽我哋睇。係。啊，呢種嘅嗰度青年藝術家。非常有理想，向下來加入嘅。你講我可以來冇？我從來冇拒絕過。客人也好，唔係客人也好，唔願意做客家，我就支持。就一定站嘅。哇！就像先生講，喺個有認同向來做，就係一定站嘅嗬。等下再來繼續聽李先生、李團長來分享哦。
不用大家真到福起来咧，瑞泰今本日呢看到也花花味嘅啊，下幾個幾條新嘅作品哦，韓國誒正宗老大家推薦哦，點哦，團長哦做得安尼堅持下去哦，有佢自家嘅用心，韓國乜嘅熱情支持佢呢，團長。其實講到要為下幾個文化藝術團，我一開始是主要是為了回饋六隊啦。哦，你自家六隊人咩？錯，我六隊人。一般人講啊，看你做六隊客家吼，這樣也做太多了吧？哦，也做太久了。你像我高數要某一周，也去家4年也不用下來。做一客家差唔多7-11冇問題。你帶呀，冇寒暑假，所以問我退休誒，我台南大學我要辭下來，做乜個按呢來做六隊客家？我感覺伊啲承諾到對我阿妹承諾，對媽媽哦，對阿妹，因為阿妹嘅下位啊，我都家運在迄個年代迄個清代嘅家族，當講田地10分之多啦，但佢我爸爸好賭，所以講啊，全部派槍槍，所以後來阿妹嫁到我卡時節。已經如一貧如洗哦，非常的辛苦啊！所以就算看到態度失意，嘛愛去田坵嘅做事。哇！佢下我還記得問題，我媽媽都是讀嘅，唐人講伊嘅啦，都講啊，有你的當主，我媽媽都很都市通。最強誒！係強，唔過無足日查研究，我記得吼，話係青座山，喺座山都乜個長途咯，我送嘅我。台灣醫院唔敢數，佢話送外國人嘅醫院，佢話外國醫院全部按到父母醫院。父母醫院送過夜時節啦，講起來開刀手術一條錢，我聽講吼可以下萬元。嗰種是幾萬元清泰呢？所以都講啊，有鄉親都發起人嘅募捐，所以嗰種我聽我阿妹講啊，顏竹田啦，嗬，聯絡啦、長治啦、美濃。都家當都有人來捐款。哇塞，太個啱團結啦！係結果呢捐款的錢呢，嗬，都講啊，我聽講幾下都講啊，我嘅身體像就硬細細，身體都透明呢。鬼神呢嗬，我用棉花包起來，然後有啲特別護士，都一裝得到嗰種兩三歲安尼，後續吧又愛牛奶啊、營養啊安尼。所以嗰當然可能唔抵啦，因為70-80歲人可能都抵下故事。伊都講啊，佢安尼細細哦，像玉米嘅聲音就係矮啦嗬。哇！阿媽媽都我個先生講啊，係有辦法，我哋呢生命係六隊客家人救起來，唔係可以，就盡量做埋。阿愛上話都講啊。乜個人都盡量咯，我盡量都講啊，還有一口氣，兩種事情要做嘅，第一個堅持，第二都講啊，要舒服六隊嘅心情。當然有咩可以做六隊事，那去教阮名，教阮理，教阮啲 TV， 你也可以發心講啊，我所做嘅一切係。真實來為六隊人想，唔好將六隊人嘅未來更好，哪一隊人搞完，我想可能有文化都個單純，從點都講一年帶200-300個生意咧，安尼多一萬10個年咧，我想會繼續下去，但我希望冇到我也團，可以有人接幫，生下來呢。也可以係培養嘅生意呢，我從而家阿爸阿妹啊呢，出眾多啲嘅生意呢，從而更加開始有人接班過來帶團，又出去做先生。其實我下一個開始咧開創事業，本一對我哋培養嘅後生嘅，下一擺可以做事業。我能拜託一點，帶領到我哋下一個曾經照顧你。哇！我們也有這樣的承諾。
将未来下擺去甲有能力的時節，也安尼回饋俾我樂隊。我都想安的方法，可能係一種可能不是很聰明啦，哈。睇下咁樣個色彩啊，你啦。當色彩韓國安尼永久傳下去，人家聽先生講嘅之後非常嘅感動，因為你有一個感恩嘅心。韓國因為你就安尼自家來做，睇下看到人講按我哦，唔係，佢就按堅持，睇下會本嘅堅持感動到。你看也後生人、家人人就講團長係出聽令嘅，聽令來打拼吼。其實啊，團長吼佢親樂觀人，講翻咩少少嘅，唔過唔敢提吼，做人嘅文化藝術嘅事情，啲都有非常多嘅辛苦啊！一天嘅辛苦我講俾人哋聽啊，係嘛？呀，做樂隊客家事吼，其實伊事情沒問題，創作也沒問題，人人係問題，人的心人係問題吼。啊，當然，青島裝皮子教我，講有吼，有偷博士，有啲太好教書過，有安尼有才華，樣吼唔會講莫按硬講，有時間呢都說呢莫按堅持，有的會是非，有的東西，比如講放我冇辦法，因為呢件事情係對阿妹承諾。我可以無名無利，我可以無 TV， 但是我唔會做一個不好的人。所以為到樂隊客家，我將要為樂隊客家的美麗，變成一種幸福。希望如透過我哋嘅演出，來推送我大家。哇，先生講到係驕子誒，非常感動，真勁吼。其實下一句話唔但唱啲國內非常有名，韓國有清好嘅成績。當然啦，人講太人寫字全部愛記到吼，愛唔到。韓國出國沒有表演咯，你看呀吼，係來到哪？波蘭係啊。波蘭呢係 Miss Nanny。真嘅安尼東江，安尼唔但唱喺舞台，也喺規個人講嘅氣勢，也個態度，就表現出喺台灣、喺客家嘅獎，錯啊哈！到目前為止，也為藝術季係全世界唯一的民俗藝術季。也海報，還係用台灣、用下一句做藍衫、強雜嘅做嘢嘅 logo。哇！因為我上班去嘅時間啊，禮拜去啦。那啲咧講哇！一定咧面前風俗同人差很多。我咩失敗在想，我每一擺出去看人就用人出面咧，看人喺冇得用呢中國的雜耍機，我哋客家更有辦法去一啲世界舞台。我發現文化堅持落去，優質落去啊，一定會欣賞。我哋演出一趟嘅時間，我同大家報告，演出係咧1分鐘。大廈都冇聲音，冇人聽懂。我想花嘢表演是怕嘢。人類哋從來冇看過，佢嘅歐洲從來冇看過優質的客家文化表演。然後1分鐘喺全場差唔多3000人都撲數嘅時間。哇！掌聲如雷啊！人看到人哋嘅國旗有冇？那時候全部團員眼淚就掉下來。哇！非常嘅感動，我想學家團長講，堅持要有優質嘅客家嘅藝術文化嘅表演嗬。團長，我咪不堅持，繼續唱好歌。係咯，Rita 非常優秀。安子生，我想今本日嗬，聽到團長安尼分享，心肝都非常嘅感動，當然我邀請大家來看下發發危機嗬。9月7號、9月8號嗬，一共2日有3場嘅時間到桃園嘅學校。韓國呢9月9號喺台北北投嘅明德先行公園嗬，邀請大家早啲來到下幾股嘅網站當中來查詢嗬，咪共下來支持按好按優質嘅客家音樂戲劇。再次感謝團長哦，感謝嘅功力，感謝你哋，感謝各位鄉親。今日感謝大家嘅收看，真嘅非常感動，非常優質嘅客家文化推薦俾大家。等下聽聽先生來做運動了，上來了。